廣播視頻左鄰右你知，拆開盲局，編劇振豪，劇中人物獲產權由施恩演繹，蘿蔔妹由婷婷演繹，方姨由海林演繹，魚鼓掌由家喬演繹。蘿蔔妹，你要嘅美式咖啡啊？哇，佢快手，仲要你佢個老幫親自送過嚟，幾好意思啊！哦，啱先有信息發過嚟，話我有件快遞咧放響你哋士多嗰度，我話諗住過嚟攞，順便啊幫你送埋咖啡咯。係啊，你唔講我都唔記得有件快遞孩子，我即刻攞俾你。唔知個快遞入邊有冇驚喜呢？真係搞到我好緊張啊！唉，前哥攞個快遞咋，使乜佢緊張啊？你佢個係乜快遞嚟嘅啫？我呢個呢係電子數碼3件套盲盒快遞嚟嘅，我使咗成200幾蚊買噶。如果入邊裝住嘅係 iPhone 16手機呢，咁就發達啦。200幾蚊就想炒到 iPhone 16手機，我諗係幾難啦。等我拆開嚟睇下先。哇，真係有部手機喎！原來只不過係部老人機嚟嘅咋。仲有一個有線耳機同一個老式充電器。唉，我開你佢部老銀機都唔使100蚊啊，加埋耳機同充電器嘅價格都冇盲盒嘅價格高啊！唉，今次又抽唔中添。好，橫掂都唔係好貴，等我再去落單買多幾個電子數碼3件套盲盒，我就唔信呢抽唔到 iPhone 16手機。前哥啊，我覺得你嗰種心害係一種典型嘅鬥後心害，成日覺得佢一次抽唔中，下一次抽中嘅機會就會更高，你個樣好嘥錢噶。賭徒心態？蘿蔔妹邊有你講得咁嚴重啊？我只不過係攞嚟玩下，追求下刺激啫。阿全，蘿蔔妹啊真係冇亂講噶。阿方姨，大家好。有啲人啊會非常享受拆盲盒嗰陣嘅未知嘅神秘感同賭運氣嘅刺激，因為大腦啊對意外驚喜釋放嘅多巴胺啊係確定性消費嘅3到4倍。為咗追求呢一種刺激感，消費者啊就會源源不斷咁為盲盒經濟埋單啊！方姨啊，你有冇買過啲好嘅盲盒快遞啊？有，我都試過喺網上呢買過食品盲盒同衣服盲盒噶。咁有冇驚喜啊？驚喜驚嚇就差唔多啊！有啲食品盲盒啊係臨期產品，或者係一啲咧冇聽過牌子嘅食品，嗰啲咁樣嘅衫嘅盲盒啊，更加係買過一次咧就唔想再買噶啦，因為件衫咧有啲咧就邋遢咗，有啲咧就要發霉嘅，一睇就知啊係嗰啲倉庫積壓貨啦。所以對於盲盒消費，我哋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得啊！阿魚鼓掌，係嗱。中國消費者協會官方網站近日就發佈咗消費提示，指出有經營者用盲盒清理庫存產品同埋偽劣產品，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，擾亂市場，提醒廣大嘅消費者千祈唔好盲目購買。我仲聽講話有啲電子類盲盒產品入邊裝嘅係嗰啲冇3C 認證嘅充電寶、數據線咁，消費者喺使用過程當中會出現發熱短路呢啲現象噶。佢咪好危險？哎呀，我抽到嘅嗰部老人機、充電寶同埋數據線都冇3C 認證嘅。阿全，你呢啲90%都係劣質產品，你千祈唔好用啊！另外呢，仲有消費者投訴喺買嘅進口零食盲盒入邊發現冇中文標籤、來源不明嘅產品。仲有消費者因為食用咗盲盒入邊嘅堅果類食品，導致過敏，送到醫院添。同時，市場監管部門抽檢發現，部分廉價嘅盲盒入邊嘅玩具增塑劑含量超標近40倍，長期接觸嘅話，可能會危害兒童健康噶。佢仲得了？如果啲好嘅劣質產品流放到市場嘅話，佢會先去到大家嘅健康噶。如果係我嘅話，我一定會考守佢呢70盲盒嘅上架啫。蘿蔔妹，你想去維權嘅話唔係咁容易噶。一方面，商家利用盲盒售出後不退不換嘅規則，將風險完全轉嫁俾消費者；另一方面，好多消費者都會因為維權成本高、證據不足而選擇放棄。我仲發現有一啲商家喺消費者投訴之後呢，就迅速修改商品嘅頁面，銷毀證據，令到消費者投訴無門。
呢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嘅套路，要監管要追責嘅話呢，就難好多噶啦。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要加快制定全國統一嘅盲盒經營活動管理辦法，明確盲盒產品嘅質量責任主體，可以考慮對唔同類型嘅盲盒產品實施分類管理，特別係對涉及食品、兒童用品等特殊品類嘅盲盒，要設置更嚴格嘅質量門檻。我就認為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盲盒市場嘅整治力度，嚴厲打擊虛假宣傳、以次充好等嘅違法行為。我覺得呢，電商平台亦都要承擔起主體責任，對商家資質同商品質量進行嚴格審核，建立便捷嘅投訴渠道，保障我哋嘅消費者權益。前哥，作為消費者一個惡，亦都要海告驚喜，理性消費啊！唔好盲目追求拆盲盒嘅快感，同時都要學識保留證據，積極維權。冇錯啊，全盲盒嘅本質係一種娛樂消費，佢唔係賭博或者投機。商家唔應該將盲盒作為清庫存賣假貨嘅工具，消費者亦都唔應該抱住賭徒嘅心理去盲目購買。唯有堅持質量為本，誠信經營，盲盒經濟先能夠擺脫廉價驚喜嘅標籤，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，真正為消費者帶嚟快樂。廣播小品左鄰右里之拆開盲局，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